阿公阿妈，妮妮哇，阿公阿妈，老李，哈，阿公阿妈，妮妮阮拢无伫咧去庙会拜拜。哦，来，大娘问你，今仔日学堂教什么书？是教《诗经》荒第13篇《干系》。对啦，会变互大娘听。啊，紧个啊，大娘啊，等阿公甲阿妈倒来，我才背好无？袂用诶，大娘爱你即马就爱背。紧个吗？大娘啊，主你摕去你无念头一句我听，我唔才会记诶。哦，请作听。干系，过来咧。大娘啊，你刚刚讲一句，安尼我哪会记的啦？你唔着搁再加念一句，这句我念出来吼，剩的我拢会记的。听会好，干系，风中万舞，干系，风中万舞。我念落去啊！我念落去啊！我是叫你搁背落去，无你大放，我叫你搁背落去，你也敢安尼是？你伫咧学堂读书，你是伫咧读什么？枉费大娘辛辛苦苦，芳西一步。你今仔日这样不争气，今仔日阿嬷无伫咧，我袂好好啊教死你，拢是我阿嬷甲你上歹。我偏偏要拍你，叫你背书，你袂晓背，我唔是